一程。地球上某一個角落嘅某一個國家度，有一座迷宮。喺呢座迷宮裏面，有一個美女、一個特務同一個女王。女王為咗拯救全人類，決定發出女王密令，要特務追查世界上離奇古怪嘅不可思議事件，解開一個個嘅謎。我就係迷宮入邊嘅迷女郎。我係迷宮裏面唯一一個特務。Call me Adam，Adam 姐。I'm the queen of the mystery palace. 喺呢個風和日麗嘅早上，迷宮入邊嘅女王、特務007同迷女郎對聖心書院非常好奇。Adam Files。特務007，點解聖心學生會咁 wonderful 嘅呢？報告女王，呢個係同佢哋嘅師資有關嘅。為咗解開聖心之謎，女王就派咗經過地獄式訓練嘅特務密組潛入聖心，搜集聖心成功嘅因素，放入聖心下一代。喺明查暗訪底下，特務密組破解咗聖心嚴密嘅保安系統，展開佢哋嘅神秘旅程。Higher trigonometry， 看起来很难，但是其实是很简单。关键在于你肯不肯做练习，每天做，勤力做，一定可以。咦？勤奮咩嚟㗎？跟住擺落去咯。好啊。老師，點解你成績咁差㗎？唔使驚，有幸福高分數啊嘛！幸福高分數含有聖心老師嘅悉心教導、認真嘅教學態度，提升上課專注力，激發腦轉數，幫你輕易應付考試變數，再無睡意添㗎。多謝你啊！我哋而家充滿你長大。
咦？呢啲唔係聖心成績表上邊出現得最多次數嘅字母？下一代Come to me，聖心 dance with me。